西亚总统普京访问北京，中国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用军礼甲欢迎，双方预计会签40项协定。台中丰原一口罩5个人命案，一审宣判姓李的团队负责人判11档的徒刑，王家警察决定要上诉，为死者讨公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0日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看昨暗伫邦桥一个查甫人是哪骑车搁哪用这个手机啊？警察要甲临检的时，伊煞无要配合，甚至搁去甲人弄，造成2个警察受伤。这警方呢是查到伊毋但是无驾照，而且毒品的快态嘛是阳性，所以随照公共危险等罪嫌，甲伊上班。下班时间，新北邦桥车阵来去，警员咧巡逻时阵，发现一个23岁姓陈的查甫人，那骑奥多摆，那用手机啊，行为真可疑。当警方要去搬查时阵，这个查甫人竟然油门吹咧，拒绝临检，想要走去，警方是赶紧约人。警方约大约2公里，这嫌犯伫咧逃走的过程当中，佮弄到警员的奥多摆，造成2个警员切着伤。好佳在送病院是无啥物大问题。危险的场面嘛，全部拢去互经过民众翕落来。到场支援的警力嘛，随抓到这个嫌犯。于信义路与广明街口发现一名陈姓驾驶违规使用手机，远警上前盘查时，该名驾驶驾车逃逸约2公里后，遭警方成功于四川路拦截围捕。经查疑似毒驾。警方现场对伊做喙烂快胎检验出来是2级毒品、儿童面剂甲安非他命阳性的反应。除了食毒驾驶以外，警方也针对无照驾驶、弄红灯，也有骑奥多摆用手机啊等等违规的行为来开罚单。讯后，警方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伤害及毁损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另针对陈嫌违规部分，将另行举发。警政署已经伫咧去年底引进喙烂毒品快胎的试剂，加强执法。食毒驾驶进程也已经正式列入去以防性期爱事由，执法效能大大提升。统计新措施实施5天，全国因为技术检测也是喙烂快胎阳性去互逮捕以上案件，就有到335件。执法机关是加重力头，向食毒驾驶来宣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桃园地检署，是来发现一对咧做兵的兄弟啊，伊是涉嫌找人甲这兵仔判的个资摕来买票，而且佫塔价去买黄牛票，不法数值是超过2000万遮尔啊侪。即马涉案的3个人是互检方依法提起公诉。近日侦结，任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图例、刑法行使伪造私文书及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等罪嫌而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不法所得2043万余元。犯案的这3个人呢，对民国113年至115年是利用这民册的平台，讲要甲人斗买门票，先收定金了后，再搁塔价去卖人。针对这款卖这黄牛票的情形，检方是呼吁民众一定要透过官方指定的通路去买，安尼才袂受害。再来看这宜兰大溪的跑马古道呢，互民众发现是奥多摆撞入去，掉伫内底是影响到民众的通行。其实这已经毋是第一届发生啊，过去甚至有这越野车驶入来的情形。林业署除了伫南北的起点来说围查以外，也呼吁民众千万要注意，毋通搁再骑车入去啊。一只机车骑唔着路，无法度出去，爬山民众赶紧来倒刹车。这是大溪跑马古道，因为机车甲路挡掉咧，致使民众无法度爬山。民众排队等汽车出去，跑马古道大约5公里长，机车调伫北口开始算的3.5公里的所在，影响民众的安全。因为这有真侪私人土地，加上盲枪伫这开餐厅，条条机车骑唔着路，过去佫有日扑驶入来。为着保障爬山游客因的安全，林业署伫跑马古道南北口拢是烂早阻挡车入来，但是因为当地产业道路真复杂，也受私人土地地主无适宜走入来。附近的居民或者是外地来的游客，注意避免让自己车辆进到这个步道的这个主要设施的范围之内。林业署表示，机车骑入来跑马古道目前是违法，不过也是呼吁车唔通走入来步道区，后续会加强宣导，避免类似的情形继续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而伫遮嘛，就提醒民众，在收到罚单要纳钱进前，一定都爱先看好详细。伫个嘉义呢，有一个姓陈的民众，伊是收到这彰化开来的交通罚单，也毋过迄个时间点，伊人并无伫个彰化。经过调查才知影讲，原来是这警察去掠到2当前的旧资料。目前这条单啊已经撤销去啊，也那警方也有来核实的。乌色的轿车驶伫彰化丽水的中分大桥，去互警察翕到超速的违规单。但是这位姓陈的驾驶收到罚单，却无傻傻，因为迄个时间伊人根本无伫彰化，而且罚单顶面写的是2024年，真侪资讯拢对比起来，感觉真含糊。那个时间点根本人都还在家里睡觉啊，怎么可能会违规？我一直想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后来看到照片时间才知道，哦，原来差这么远。如果是没有看到那个左上角那个2024那么小的字，有的人可能也记不得什么时间，就鼻子摸摸就去缴了啊。警方调查发现，派出所员警5月7日伫中分大桥执行超速违规处理，要读测速机器资料的时阵，煞去掠到2年前的旧资料，才会开出错误的罚单。已经有甲车主会实的，嘛已经撤销罚单。因误读取记忆卡内就有113年同月日资料，致造成错误举发情形。本分局查明后，立即联系监理机关办理撤销罚单作业，并致电车主说明及致歉。相关罚单均已撤销。后续本分局已加强远景教育训练。警方表示，已经全面检查自动翕相设备的记忆卡，甲旧资料汰掉，落实审查机制，加强宣导，要求当人遵守相关的规定。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台中丰原一口罩5个人的命案，今仔日是一审宣判。这个姓李的团买负责人，伊是判11档的徒刑。这专案要通上诉。也那王家的警察呢，透过这民意代表甲律师是表达讲，这判决结果无符合社会的期待，所以决定要来上诉，为死者讨一个公道。去年7月，台中丰原姓王的一口罩，因为去互一个姓李的集团买物件带头诈骗，落入去投资的陷阱，煞卖规口罩行地路。20台中地院一审判决，姓李集团的头判11档。王家警察无出庭听判决，是民意代表来转达。不过，因认为判决的结果无符合社会期待。我始终期待法律能够还给我太太一家应有的公道，让坏人得到应有的重惩。付出法律的代价，现在判决11年，明显不符合社会的期待。来看规个案件，集团的头原底是用大笔黄金来吸引王家，再去用新的投资者的资金纳予进前的投资者，互被害人当作是有趁钱，煞尾佮投入更较侪资金。王家去用骗1536万了后，就讲无想要佮继续投资，结果去互恐吓，最后未堪接压力。才来行地路。台中地院认为，姓李集团的头涉犯银行法非法收存款业务罪，判5档4个月；三件刑法诈欺得利罪判2档，还有恐吓处财罪判4档6个月，拢总判11档，而且没收犯罪所得加不法利益。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男人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有期徒刑最重可以判到20年，检察官只求处15年，那法官判11年，看起来是很重。但是被害人家属说，这5个人生命，被告用什么去弥补？只有加重其刑，才是对被害人是最公平的。被害人的委任律师就表示，这个姓李的查某人用逼笑的方式，甲王家一口罩逼甲进无路、退无步。去用发现了后，佮想要串通证据欺骗检方，到今对被害人嘛无任何的赔偿，已经甲家属决定上诉，为死者讨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偷翕的事件实在是真多，来看这台中拉拉埔的这个商场呢，是有民众去遐买这运动内衫，伫个试穿的时，所发现这门口的监视器是甲对准安尼咧翕，所以报警察来提告。业者是表示讲会全面来检讨设备，配合调查。也那即马这专案也已经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民众伫换衫所在摕手机收证，因为门外有一支监视器镜头，就对准换衫所在，内底镜用清楚反射换衫的人。有民众指控十八去东区三井拉拉铺购物中心有名运动品牌 Under Armour 试穿运动内衫的时阵，发现运输全部人看现现，要求业者提出监视器画面，却一直拖延，最后直接报警。他非常崩溃，他已经哭了很多遍，觉得他自己被侵犯，因为我只是去换个衣服，怎么会被拍成这个样子？那目前证据都在警方的手上，那我们也确认过，所有的东西都被拍，确认是没有穿衣服的照片。受害民众朋友将经过破网路引起争议，其他人感觉运输受侵犯，未来比赛时阵会提高警觉。镜头是真的会拍到里面的话，那的确是会。就是会感到侵犯这样。如果真的要换衣服啊，或者是有关于我们自己就是照到我们，可能会再看一下，就再注意一下。有个台湾总代理商是成都国际，台中三井拉拉铺店面是家庭经销商动力主席。成都国际声明强调，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各全面检视地形店、检视设备翕的角度。三井不动产集团表示，配合警方调查，佮马上检视全台全柜设备状况。点头向警方表示，监视器是为防止有人偷物件，翕的影像上传云端，但那总公司才有权利看。毋过其他服装店业者讲，风车甲运输应检过免牺牲消费者权益。大部分的客人来这边穿衣服、试穿、买衣服，我们就会看他拿几件进去，拿几件出来。一个人不可能拿到很多一堆，顶多拿个2-3件，这样子很清楚。将于店家及厂商到案说明后，依妨碍秘密罪及妨碍性隐私及不实影像罪，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受害民众已经提告，专案依照刑法妨害秘密、妨害性运输等罪嫌，将总代理、家庭经销商加监视器厂商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一间眼科诊所的查某员工伫摒扫的时，或者电梯甲夹掉咧，当场死亡。警方调电检发现讲，因是排除这人为的因素的。也毋过，公务局煞查这个货推，讲伊是疏失无申报的电梯。即马已经组一个联合稽查小组，针对着全台南市2楼以上的诊所，也个营业场所，要全面来公安检查。公务局和卫生局真侪人在诊所外面要入去稽查，主要因为台南市东区某一间眼科诊所发生员工互货推夹掉死亡案件，警方调监视器，这毋是互人害死的。不过出事的货推，公务局证实这是无登记申报的疏失电梯，所以公务局20随组稽查小组专门要来稽查。我们要加强去稽查它的电梯是否合法性，如果没有合法的话，我们要求它关闭使用。那如果他的电梯许可证也过期的话，也要求他停止使用，来先重新申请许可，以保障公共安全。检察官透早9点半去台南市立殡仪馆进行遗体上检，死者家属和诊所护理长到场，拢真悲伤。家属讲，死者原本除了伫眼科诊所，佮有去饭店上大夜班，前一阵仔先死掉，就剩诊所的工课。事发当时，因查某囝在韩国旅游，接到消息20下晡会回来，不过已经和老母分开啊。针对这项违规，市府除了以建筑法甲诊所法30万，下令停用，并且移送法办。讲实个弄着头壳，我当做伊闭关，我来到现场看，较有迄个状况，较有迄种情形安尼。嘿啊，因为迄种的机会足少啊，已经我先人是讲办好安尼，完满啊。如果要做里面的清洁，你可以想说联络电梯公司，有专业的人员来帮你们做处理。我们也告知说业主说里面是不能承认的。家属指出，诊所这边有会室内嘛承担后续的责任。那这波大规模稽查会针对2楼以上可能使用到电梯的营业场所，其中那2楼以上的诊所和医疗机构嘛是稽查重点。市府强调未来会接巡查，强制处理无合格的升降设备，保障市民的安全，未甲无新鲜疏失的电梯放放放。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古这消息，咱要大声来看，这罗西亚总统普丁昨暗是到北京，今仔日早起伫天安门广场来接受习近平的军礼欢迎，正式展开2天的访问。
这普丁甲习近平呢是伫人民大会堂来进行高峰会。即届对普丁来的，除了副总理以外，也有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农业部长鲁特，也有央行总裁等等。罗西埃媒体是报道讲，这双方呢有计是会签40项协定。去年已经签好势的西伯利亚2号天然气管线，未来伫这2天也会搁再来讨论合作的细节。另外，搁来关心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伊波拉的感染病例呢，到昨为止已经有136个人死亡，确诊的是有33例。就连这边仔的乌干达，即马嘛传出有2个确诊的病例，有1个死亡。因为目前还阁有无这个相关的疫苗，所以当地也已经加强体检，也来实施边境的限制。另外，这波斯湾的国家巴林，即马已经宣布对民主刚果，也阁有南苏丹、乌干达要来禁止入境1个月时间。民主刚果传出伊波拉感染病例出现增加的趋势，第二大的城市布卡好的街头民众随个挂喙罨、点头讲自从感染的情况扩大了后，来买喙罨的民众人数是愈来愈侪，惊家己和厝内人去防卫着。Ni kuipelekea jamaa yangu juu mimi niko nazunguruka Mbatia mingi, mimi naogopa kukufa, na kuipelekea magonjwa ya familia, ile ndio mimi naogopa hili. 民主刚果卫生当局昨天表示，东部地区伫24小时内，佮传出26起改成因为伊波拉死亡的个案。这波感染病例集中伫东部伊托里省的4个医疗区。另外，乌干达也传出确诊佮死亡的病例。民主刚果和联合国调查指出，疫情源头会当为4月底伫东部城市布尼亚破病过往一名护理人员来讲起。民主刚果实验室也确认，即届爆发的是罕见的本地报胶病毒株，致死率一半一半。较摆到的是，目前还未研发出针对这个病毒株有效疫苗。非洲相关公卫组织非洲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表示，已经提供民主刚果医疗资金和替代疫苗来避免感染继续扩大。Je lui amène $1 million pour qu'il sache comment déployer les gens sur terrain. À partir de maintenant, il va décider puisqu'on a besoin de savoir comment les gens doivent être sur place. 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医疗物资也伫19送到布尼亚，这个物资会优先分送到感染病例集中的医疗区。美国也宣布会提供1300万美金的紧急援助，予民主刚果甲乌干达。美国国务卿罗比奥19表示，世界卫生组织确认民主刚果伫伊波拉病毒的感染和扩散慢一步。美国也计划伫当地开大约50间的诊所，以治疗伊波拉病毒的确诊病患。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这马尔地夫是来发生一桩呛水的悲剧。这是一个研究团队调伫50公尺深的海底崩坑，5个人全部拢无命。就连这搜救的时，也有一个军方的人员死亡。官方初步调查发现，这个团队哪像是违规闯入去这个海底崩坑，才会造成大悲剧。游客伫咧海上过船啊，岸边的人嘛来来去去。马尼地夫是出名的海上旅游景点，当年吸引250万的游客去遐佚佗。也毋过，是一个由意大利热那亚大学教授所带领的5个人研究团队去挖母宽大呛水的时阵，线直直拢无浮起来。搜救人员伫咧海底60公尺深的所在找到第一个遗体，其他4个人拢下落不明。马尼地夫总统第2天亲身去到现场关心搜救的进度，3位芬兰的崩坑呛水专家也加入搜救，才伫咧50公尺深的海底崩坑找到4个人的遗体。We knew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be diving in Vavo Atoll. What we didn't know was that it was cave diving. 马尼地夫当局表示，这个团队当初敢若核准进行一般的船坞研究，事先并无申请深海的崩坑呛水。专家初步研判，事故的原因可能就是伫深海崩坑呛水引发上述中毒，也就是呛水到一定的深度，水压增加，致使氧分压伤悬，产生神经毒素，出现羊形、斑尾等等的情形。This is the biggest tragedy of this type in the Maldives. We don't have anything of similar magnitude in living memory. 这件事故佫造成一个参与搜救行动的呛水员损失。马尼地夫当局指出，会伫几天内将这4个遗体抓出来，卖调查敢是海流伤强造成这个意外。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再来看南韩的 Starbucks 呢，昨日是来举办一场坦克力的促销活动，因为拄好是这个广州民主化的运动纪念日。这个活动等到是互人批评是咧消费历史，所以引起全国的抵制。今麦某公司已经有公开来回答咧，也真紧就甲这南韩的 Starbucks 的这个执行长甲洗头路啊。
5月18是南韩光州民主化运动46年，就伫咧全国少年民主烈士即天，南韩 Starbucks 推出战车即个活动，甲几套保温杯俗俗啊卖，引起社会批评。因为1980年即天光州事件，独裁者全斗焕派军队甲战车镇压学生甲人民，造成真严重的死伤。毋那安尼，伫咧宣传的文案内底，阁有一句“啪”一声放伫咧桌顶。起用即个讲是咧警惕1987年学运人士朴正德起用刑求往生，警方阁要暗砍事实的时阵讲，敢若是桌啊啪一声，人就死啊。这个行销的活动真明显就是欠缺历史敏感度，互南韩的民众放火投毒，网络足侪人要甲 App 的会员退掉，甚至阁讲要甲寄的钱退掉，等等抵制行为，千外条足受气的老话，咧甲 Starbucks 洗面，连总统李在明嘛发文谴责。南韩 Starbucks 19正式回释咧，承认应用无适当的行为来行销，承诺会培训加强员工的历史意识甲道德标准。母公司新世界集团会长戴永定嘛发表道歉声明，讲规个集团欠缺历史意识，伤害公众、遺族，還有受害者。南韓 Starbucks 執行長孫正賢了後嘛起用開除 ，Starbucks 全球總部嘛發表聲明回釋咧，而且承諾會展開徹查。公司新聞是會長編譯。今仔日是賴總統就任滿2冬，在中國又過來燒了咱的海核甲空核啊！因為咱陸軍呢是伫咧今仔日透早來執行戰備精巡，模擬中國侵犯新竹，有出動 M1A2T 戰車等等來執行防護任務。因為這 M1A2T 也有順利來過橋，拍破外界對戰車可能地歹橋梁的記錄。3個半暝演練中國軍隊裝入來新竹的關鍵基礎設施，陸軍540旅接到指令，動地表上強的 M1A2T 戰車離開避的所在，參拖實2批飛彈車、CM32、CM33 架車執行聯合戰備警巡，保護關鍵的基礎設施。分拍架車開路做先鋒，先去探聽敵情。6台 M1A2T 半暝起蹦，拍頭前一台大力甲吹落，轉我甲射落，土噴起來，水夠力。阻止解放軍隊海沙堡行入城鎮，分拍架車帶頭做先鋒，暗號 M1A2T 行過重要的道路。即屆上有看頭的就是 M1A2T 駛過大橋，拍破外界煩惱車身傷過重，會駛袂過，展現國軍拼死經營的結果。M1A2T 車重約63公噸，對於外界質疑台灣橋梁承受力可能不足，M1A2T 以實際行動通過白帝橋、舊港大橋，驗證台灣的橋梁承受力沒有問題。如果我一次通過的時候，敵軍一定必先摧毀第一輛目標，第一輛車輛，那後面我的車輛就會受阻在橋梁上面。我們會先期建立橋頭哨，掩護我們後續的戰車足量通過，這是一個避免風險集中的一個概念。M1A2T 互看做是高價值的軍品，避免去予解放軍一解就拍落地，所以戰車咧通過的時陣，就愛甲車身的車距救好大，分配快速通過。若部隊平常時會透過兵推來規劃路線，再個利用實兵演練來驗收。若是 M1A2T 即馬傳出設備無夠標準，陸軍嘛趕緊回應。我們現在目前維持的高戰備妥善率是96%以上。那在我們從接裝完之後，經過我們的嚴格的一個訓練，那這些裝備的一個正常的一個損耗，我們會結合我們的美軍的一個技術代表以及我們的維保團隊，那按照補保的作業程序來完成裝備的一個恢復妥善。陸軍在520即天出動 M1A2T 對抗解放軍的威脅。解放軍在520進前19喺台海執行聯合戰備警巡，看起來就是喺針對咱台灣。那麼一直到20早起6點，國防部偵測到24架次的解放軍的軍機，也有機中超過中線入去北部、中部、西南，也有東部空域，總共13架次，結合共艦6台，也有公務船3台侵擾台灣。共軍機艦的威脅挑釁行動，正是迫害區域和平穩定的唯一因素。國軍以維護台海現狀為直至。面對解放軍對4號連登包圍台灣，國軍反制手段真多元，公開真多張海空監控的相片，包括 F-16B 鎖定解放軍殲16個機尾，海軍的武昌軍艦監控解放軍的刺洲艦，也有蘇州軍艦甲金川艦頂條條，無要讓解放軍輕舉妄動。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這台電公司呢是開96萬找攝影機來設計新的 logo， 煞真受這在野的支持。後來毋但是這中油也無要設計新的 logo， 就連台糖也講，其實這員工甲消費者呢對因的舊 logo 是較熟悉，所以也決定無要換。
当初有设计，但是我们没有用，还是用原来的 logo。所以就是没有要改就对了。对，因为那个我们的员工以及我们退休的那个人，还有我们，你知道。我们那个台糖有很多商品都有那个经销商嘛，他们认为原来 logo 还是他们比较熟悉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决定要改。台糖这方面是表示讲，当初设计这新的 logo， 大概是开116班，主要就是希望讲会当加较少年开的。也毋过伫设计了后呢，也是感觉讲原底的 logo 有较好，而且这消费者呢嘛较熟悉，所以落尾是要使用这新版的 logo。另外，再来看这财政部是规划要来整合公股的金融机构，要来推动公民病，强化这市场竞争的地位。立委是关注讲，这股票金融呢，29就要来改选董事啊，财政部到底是要安怎来应对呢？这部长曾翠云伊是表示讲，股票金呢，即马已经完成提名，会照这实力原则来处理。若准公股有摕到这经营的主导权，安尼就会强化治理，提悬绩效。讲到公股的金融机构中长期整并的规划，财政部表示，伫确保公股经营主导权的前提之下，因关注市场当中会使互补两个小甲有优势的适合的目标，按照业务发展评估，推动公股甲民间的金融机构合并。外界关注股票金会伫29改选董事，公股可能伫董事会得到过半的席次，凡是就会推动公股的金融机构甲股票金合并。这个代志，财政部敢是拢有掌握？9%，好。那民间的大概有几%？查出来没有？没有啊，我们不会去查人家。财政部长曾翠云表示，股票金改选董事已经提名好啊，会按照实力原则处理。第6间公股的金控甲银行，包含中华银行甲第一金，是上有机会。股票金敢有可能甲中华银行合并呢？目前张颖还是自己做内部成长了。那对于未来任何可能性，我想我们到时候如果有任何可能，我们再去做评估。中华银行否认合并的讲法，不过有委员质疑，若准股票金甲中华银行合并，敢会有独立民股的疑虑。另外，按照规定，股东会改选董事也是监察人的时，公股的股权代表袂当支持非公股的代表。曾翠云也对外表态：董事选董事长，就只能投自己，不要去投特定的一个民间的代表，你觉得怎么样？至于副董事长，在目前来说，在国票金的章程里面本身就有副董事长这个职位。那至于后续他们董事会召开的时候如何选任，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尊重公司治理。股票金要改选董事，曾翠云指出，按照股票金的章程甲公司法的规定来办理团队改选，若准最后是公股得到经营主导权，会强化公司的治理，提升营运的效率，来维护股东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伫2020年新冠肺炎的时，有3读通过这公共卫生司法，累计到今年呢，已经有差不多400个人通过这专业技术的考试，也摕到这个资格。也毋过，即马因煞是有证照煞无这个课，所以今仔日这空听会现场，是包括着这公卫师，也佮有地方的卫生局，拢有出来发话，希望讲这政府会当赶紧来调整。公听会现场有台大、北医等等真侪间大学的公卫学院院长，佮有地方卫生局的代表拢伫遮。因为关系到台湾防疫甲全民健康的公共卫生师，即马拄着有专业体制煞无提供工课的情形。第一个，没有公共卫生师的专属职称；第二个，我们的职登场域很局限；第三个，我们不是医师人员；第四个，我们没有进入公部门的一个正式管道。公共卫生司法通过了后，到2016年，大约有400人通过专技的考试得到资格。不过，因为伫官顶职称属性区分表当中，一直无列入公共卫生师，地区各地卫生局也是行政机关，无法度请这个职务，互公共卫生师有专业却无所在通去。属性区分表纳入公卫师这个职称的部分，好，那因为这个涉及到人事法令的部分，那我们已经有签封合可了哈，近期我们就会请人事处这边来帮我们转那个铨叙部做研议。地方卫生局也表示，若准现阶段无要修法，上要既然应该是放任用人的规定甲行政程序。那可不可以就是用人机关缺额的时候，不用等高考没有分发，不要提报，然后没有分发，然后训练缺人再来，这样走下来大概1年半载跑不掉。
公共卫生界希望政府跨部会赶紧做代志，呼吁唔通互当年对抗疫情的决心，伫立法通过了后，敢若留一张真歹伫第一线发挥的国家证照。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受到这中东战争的影响，国际上呢，这液化天然气已经抢关价。咱国进口的是占80%，主要就是用来发电的。即马外界就开始关注讲，这发电的成本呢，恐惊是会愈来愈悬。台电因是表示讲，自今年5月开始，这成本呢，一个月是增加130亿。也那经济部是强调讲，会甲行政院来反映状况，讨论因应措施。中东战争当下出现希望，不过国际能源计数也是降袂落来，包括天然气机会普氏日韩指标19.62美元悬档震动。不过咱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有80%供应国内发电使用，中油4、5月份起电业用户天然气计数加添台电的债务压力。什么时候新1号、2号的燃气机组可以上船？本年度的5月份的时候，1号机会接受调度。2号机是在预计11月份的时候。如果每个月都要增加100多亿的负担的话，那以目前我们的电价来看是没有办法完全指引的，这是确定的了哈。那不过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特殊的状况，所以我相信中油大概也都是在反映气价上面。他们也会看整个变化来做一些调整。而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调查立委关注电气发电的状况，台电证实因为使用天然气的占比悬，自5月起气源成本逐个月增加130亿，也别个推。因为台电逐个月购气量是用电量变动，3月天然气发电燃料成本250亿，刷来热天若到暗时相关负债可能创历史新高，超过380亿。若算到今年3月，台电累计亏损已经有3500亿，压力是真大。我们也会适时的把这种情况或这个挑战，适时让这个反映给行政院知道，看看怎么样来因应那不过我们还是会责成这个台电公司尽量的开源节流。经济部强调会向行政院反映状况，讨论应用措施。另外，气管的成本敢会牵动9月电价审议委员会的结果。经济部强调会伫会议中提出相关成本的报告，不过最后的计算也是由电价审议委员会来决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高雄的永安一带养殖场进前呢，有一尾这石斑翘起，养殖场为着要了解伊的死因，所以来解剖这个鱼仔。不过所发现这鱼仔腹肚内底呢，竟然有一支手机仔，原来就是去年有人伫这养殖场咧翕相的时，这手机仔煞落落，互一只这石斑甲扯去。即马经过8个月的时间，手机仔是找倒转来啊。到底这手机仔敢阁会当使用咧？即马双方呢嘛阁相约，讲拜五要来举办这拍开手机仔的仪式。养殖场内底一个查甫人徛伫窟仔边，摕手机要翕内底两打石斑，却熊熊一尾150公分长的鱼仔跳起来，还惊一个赶紧退后。不知个手机仔已经互鱼仔食落腹肚底。这是去年9月份发生伫高雄永安一大养殖场的代志。查甫人是来要采访的记者，因为窟仔底拢总有7尾两打石斑，原底伊已经放弃找手机仔。想要到月初，养殖场伫咧解剖化验一尾翘起的石斑，就这样拄好找到消失8个月手机仔。那个可能肠道阻塞。造成它的进食可能比较少，然后免疫力下降，造成弧菌感染。所以嘛，才有可能讲是这个手机去影响到伊的消化系统。但是那个龙胆石斑就是很贪吃的鱼，对，所以说这个也很难讲。有人嘛捌摕细型摄影机要翕水底鱼的状况，所以石斑鱼一喙吞落去，虽然画面变乌，也是溜溜啊看得出来是伫咧鱼的喙内底，加在落尾有配出来。养殖场讲，两打石斑贪食，看到有物件伫水面海来海去，会当作腊物去合来食。这尾食手机的石斑鱼已经23岁，是因的种鱼。手机主人真烦恼，是毋是手机甲害死的？那高雄科技大学教授认为，原因真好讲。鱼摄食到这些异物基本只要这些异物没有尖锐物，短期都不会造成它的危害。那另外我们看的是这只手机的对于这个高强酸的一个环境以及高
盐度的环境，还可以在8个月这么完好如初。勇士长初步先甲吹回来手机做勘索的处理，也甲当事人约一礼拜5要见面。相关到时要做回来见证，看卖这支伫鱼岛内底8个月手机是毋是有法度重新开机正常运作。记者郭家族赵用高永昌报道。继续来关心这湘北市的选情，即马拿赢呢，为着要拼这无分的城市，所以今仔日是去视察这假分析。针对着民进党湘北市长的参选人，伊是画出爱湘北强好，毋是强低。台北市长周万安伊是讲，其实湘北就是牵做伙，湘北强低才会当强好。右边来，右边，好，谢谢大哥。阿手搁打金架头，会使看出两个人的好交情。台北市长周万安和国民党西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做伙来视察，副也要加分析。针对伫赢画出要湘北强好，讲这毋是强低，是1+1比2较大。周万安回击讲湘北就是北做伙。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而且透过深度协同的治理，才是真正市民之福。也因此，双北共治才会更好。好的政策我一定会纳入我的政见。那在新北看起来要从这个商圈，尤其人较多的地方来做起，让商圈无烟害。不离个部分城市嘛是有人有意见，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金惠珠批评这欠配套是决策错误的示范。啊，若是周万安是表示会来整理市民也有使用者的意见，继续来检讨，才会使互政策的规划更较周至、更较焦长。那么湘北的选情即马升温，伫立赢合体去扫市场了后，拿赢规定人嘛去视察副也要加分析。看起来是输人唔输阵。新北队和台北队这一次呢，我们会共同组成新世代连线。毕竟我们的愿望就是要新世代扛起双北的新时代。我们可以在一起努力的地方共同合作，但是我们也会各自发展自己的特色。苏卡挥画出要新世代连线，讲上好的时代就是即马。啊，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辛碧阳是估计伫今日中昼会去台北市议会去拜会民进党团来做交流座谈，家母带家仔囝做伙来讨论市政，也有选战的策略。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的怀山地区附近呢，传出有人是伫咧落架的路段咧耍厨房车，而且速度呢是紧到无通去控制，甚至佫冲去到对向，险啊着甲对向的车来相撞啊！所以这驾驶呢是赶紧来打动。原来这个耍厨房车落尾是冲入去路边的草坡，看起来实在是有够危险。民众赛车伫山区道路，雄雄撞出一个乌影，详细看竟然是一个头戴安全帽、徛伫厨房车顶悬的查甫人。因为落架的速度实在伤紧，袂赴打洞啊！规人甲厨房全拢摔对路边的草坡啊！定来爬山的民众讲，这条山路平常时车就真多，这款行为实在真危险。差点就被撞死了。对，很危险啊，很危险。对啊，很危险，真的很危险。因为这边都弯来弯去，谁会晓得你那个车子什么时候来？这条路洞，这边路洞很弯啊。这是新竹县怀山乡往万岁森林游乐园的道路。警方表示，厨房车算无动力运动休闲器材，依法干那会当伫封闭的场所使用，亲像运动公园内底，袂当伫一般道路使用，所以会以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开罚单。滑板属无动力之运动休闲器材。若有蛇行、冲入车道、危险滑行等影响交通秩序情形，警方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进行举发。本分局呼吁民众使用相关休闲器材，应选择安全合适之场地。警呼吁民众山区道路唔那弯弯弯弯，而且搁行，平常时赛车都爱真细腻啊，搁较免讲伫山路耍厨房，安尼唔那危险，害家己受伤，也有可能会造成别人的危险，违反公共安全。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来看这屏东市一间国小昨是来举办活动，互囡仔呢对一阵这形象是哪摆搁哪甲抢喙，亲像这进行仪式。有家长是质疑讲，在学校哪会出现宗教活动，认为这是违反着教育的中立原则。当下这些穿黄色衣服的人有拿着小朋友的手，就是拜拜啊，或者是有浇水之类的。家长提出相片，质疑为什么一群学生会伫学校内底对一尊神像搁拜搁加呛水，像咧进行宗教仪式。神像的边仔有几位志工人员刷落来带学生去领甜露。学生囡仔领甲真欢喜，但是家长认为这种情况有违反教育中立的问题，质疑宗教哪会当进入学校？我到学校的时候是看到一个小玩偶，然后我当下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就不知所以的。你都已经把他们请到学校来了，那又不跟小孩解释，我觉得这样有点
可惜的这一个活动这样子，并不是说去针对任何一个团体，或者是说排斥哪一个宗教活动。经过实际询问，校方表示，因为以前有佛教团体申请来学校做品德宣导的演讲，合作几摆过，后来希望会当伫义父节结合母亲节的感恩活动，让学生体验讲好话、做好事、存好心的三好。因为校方认为不是正式的课程，让学生自由体验，就无另外通知家长有这个活动，造成家长误会和质疑。学校后一届会搁做改善调整。那最主要也是配合母亲节这个感恩还有品格教育的这一个活动。那我们没有强迫小朋友每一个人都要参加，是采自由的一个参加的一个形式。那利用下课时间，小朋友想要来体验的就可以过来体验。针对外界质疑，县府教育处回应，经过初步了解，活动无算是宗教仪式，单纯算校方规划品格教育活动。不过教育处嘛强调，学校要遵守教育中立的原则，落实和家长沟通，尊重信仰自由，避免搁引起争议。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目前伫新竹新社厝客家文化保存区展览馆所展出的人间国宝系列，会当来看到105岁的策艺大师王青松，因的3代人，也有4个大师呢，拢总有30外件的这个作品。也因为这反应真好，原底这展览5月就要来结束啊，即马会当延到7月。这学者难的是这1岁啊，较白是吧？所在个部分的是描写按照可以啊。台湾少年辈策艺老师王俊伟和伊高龄105岁阿公策艺国宝王青松大师讨论家己的作品有啥物所在爱改进的。叶啊，安怎放较好势？叶啊嘿，放伫倒位较好？叶啊，即摆现时呢，只叶啊，真个啊，顶管家敢爱？顶然爱，顶然部分的是。 105岁的策艺老师王青松，伊的人生会当讲是台湾策工艺100年发展的缩影。手艺传家族3代，是台湾上代表性的策艺世家。即马高龄105岁，王青松伊搁咧创作，而且伊嘛讲写生是上重要的。无写生过来话，安尼就袂适宜咧。一定是要去写生做根本基础，啊再落话。 看这个庆花啊吼，伊甲真的庆花佫无生了无啥共，因为真的庆花伊是喇叭状迄款的，啊，毋过伊700度的庆花，伊画了加较圆，伊去写生了后，伊佫家己去整理了后，才画出来作品。王俊伟讲，阿公食到100外岁，啊，毋过身体佫真康健，除了创作，平常时嘛喜意看电视，因为生一日本时代，上爱看日本的 NHK。王俊伟讲，对阿公的身上学到认真这2字。 伊做代志非常实事求是，一定拢是照步安尼一步一步甲物件做啊好。王青松一生摕到真侪荣耀，对艺术的坚持，啊，搁认真对待每一幅作品，嘛把这个精神传予后代。105岁，搁咧创作，因为伊搁真享受在艺术的当中。记者杨秀南达报道。 台湾作家杨湘子的《台湾漫游录》是摕到2020年国际报曲奖。伊伫致辞的时表示讲，这台湾霸当的文学史，就是咧追求自由甲平等。这本作品会当得奖，伊是感觉真骄傲的。也那这翻译者金玲，伊也表示讲，家己未来敢若会来翻译来自台湾的中文作品，直直等到大家会当平等来看待家乡的主权为止。 好，这里是国际布克奖的现场，刚刚传来让全台湾、全亚洲文坛沸腾的消息。杨双子凭借着《台湾漫游录》成功击败各国的强敌，勇夺本届国际布克奖的最高荣耀，也创下台湾文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Shuangzi, translated from the Mandarin Chinese by Lin Ping. 对最后6强决选出头天，这是第一个台湾文学的作品得到这个公赢。纵观台湾文学史，100年来，我们其实不断地在探问：台湾人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台湾人想要什么样的国家？时至今日，《台湾漫游录》也加入了探问这个问题的行列之一。台湾人历经殖民政权。 面临侵略的威胁，在力量悬殊的
强权面前，文学有力量吗？而我始终相信文学有力量。和国际媒体包围，杨双子也讲到台湾地缘政治的艰难处境。台湾文学的100年探问，实际上是台湾人100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成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的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谢谢大家。翻译者金玲伫致辞时表示，伫2011年洛西亚入侵乌克兰的时，伊就心肝掠定，决定好未来伊敢若会翻译来自台湾的华文作品。伊毋茫甲更较丰富的台湾声音传到全世界，因为台湾毋是一声的合唱团，是亲像所有的民主国家共款，充满自我矛盾，而且吵吵闹闹。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 told myself, until the day comes that my homeland's sovereignty is no longer a provocation or a punchline. Until no English speaker feels comfortable saying to me glibly, I really should come visit you in Taiwan while it still exists. It's just the kind of metafictional wrapper around it and all of the interesting layers, the translation. I think so many of the books we've chosen have all of these different complexities to them, and Taiwan Travelogue manages to wrap a love story in such an exciting mystery. 咱也访问2位得奖者和台湾的读者几句话。我会说，请相信自己有力量，我们可以走到远方，只要我们相信就可以了。希望大家能相信，就是台湾的故事不会太小众。公司国际记者英国伦敦采访报道。要那下晡的天气，稍了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台湾各地还阁有平乌、金门。大多数是侪云到好天，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会有南山短暂阵雨，会到大台北、东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